歡迎各位收睇水水 channel。咁啊，今日係2025年11月29號。咁啊，喺早3日之前，11月26號，咁香港就發生咗一個5級嘅大火，被形容為最近60幾年最嚴重嘅一次5級大火。咁地點咧就發生喺呢個大埔雲福苑，咁佢就有8座大樓嘅，咁入邊竟然燒咗7座。咁起初咧，其實係得1座起火嘅啫，仲係喺底部開始起火，但係好快咧就蔓延到去頂部。但係奇怪嘅就係咧，起火嘅期間咧係從來都冇警鐘響過嘅，即係個消防警鐘係唔響嘅啊。咁啊，所以變咗喺屋裏面啲人咧就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再加上佢做緊大維修啦，啲窗咧都俾啲發泡膠封住，咁你變咗你個窗又打開唔到啊。咁啊，好快咧就燒埋其餘嗰6座。因為你有啲發泡膠同埋有嗰啲爬網，咁而家講緊啲爬網就係咧係唔能夠阻隔燃燒嘅，咁再加上啲發泡膠咧係好易燃嘅，咁兩者融合埋一齊咧就變咗咧發生咗啲咁大嘅災難性。咁事後咧到而家目前為止咧就總共咧死傷人數超過咗200人嘅啦，咁另外仲有啲係未聯絡到嘅人。咁預計呢個傷亡數字應該係會繼續上升嘅，因為你嗰啲未揾到嘅人可能已經係唔喺度噶啦，我估計。咁仲8座樓燒咗7座，仲要燒咗超過36個鐘頭。呢單嘢已經成為咗國際嘅新聞啦，已經係唔淨止香港報道，台灣、美國都有報道。但係只不過依家啲人就喺度講緊，喂，到底係個爬網問題啊，定係個竹棚問題咧？其實講翻喺個竹棚咧，香港不嬲個竹棚已經係用咗過百年嘅啦。我就覺得竹棚咧輕得嚟咧，成本又低，兼且咧你竹棚咧，佢其實係唔容易燃燒嘅。你可以試下攞支竹用火去燒佢，係要燒好耐先至開始黑嘅。所以係其實我覺得個罪魁禍首就唔係支竹棚。咁香港亦都好多人都係認為竹棚唔係罪魁禍首。但係內地網民咧就一致好多都認為竹棚係罪魁禍首。佢哋覺得，喂，你香港仲咁落後嘅，用緊竹棚，大陸用緊鐵棚咯，甚至鋼棚咯。咁但係講真，你鐵棚嘅成本係竹棚嘅3倍，同埋鐵棚你係遇到高溫嘅時候係會溶嘅，再變形嘅，特別係夏天嘅時候，你啲鐵棚係好熱過竹棚，咁你啲地盤工人你要擒上擒落，點擒啊？大佬熱到燙手喎，可以再加上你鐵棚如果喺高空唔小心跌咗落嚟咧，你個殺傷力係更加大嘅。咁事緣咧，點解會起火咧？原來咧呢個屋苑咧就做緊大維修嘅，就懷疑係有工人咧食煙將個煙頭掉咗落地，燒到啲爬網，然後再燒埋嗰啲發泡膠，就開始呢個大火。警鐘係唔響係啦，所以最後造成咗呢個慘劇。負責大維修嘅工程公司就叫雲業。咁佢就淨止負責大埔呢個屋苑嘅，仲有11個屋苑，佢都仲有負責做大維修嘅。警方喺27號咧就拉咗雲業工程公司3名嘅負責人。然後咧，特首李家超就出嚟講，就話咧佢哋為災民提供接近1000個臨時單位嚟居住，同埋開發9個庇護中心。其後亦都會提供1800個單位，但係我就唔知道1800個單位係咩單位啦，係公屋單位啊，定係幫佢哋重建嘅單位咧？如果重建又要使唔少錢喎。咁而家嚟講咧，咁李家超亦都同時公布政府開咗一個銀行賬戶，就係接受各界嘅捐款，亦都得到好多城中嘅富豪捐款。當中咧捐得最多嘅咧就係李嘉誠先生，捐咗3000萬。另外又有5000萬咧，就係我哋重建用嘅。其他財團亦都跟住捐3000萬、3000萬、2000萬、2000萬，有啲就咧捐2000萬，再提供酒店住宿。呢單嘢咧，
咁到依家為止咧，廉署咧已經出動咗廉署去全面調查。咁最新消息咧就係話咧，喂，廉署佢琴日就已經拉到人啦。咁當然拉嘅人咧，其實會唔會入到罪咧？咁呢個我哋就唔知。但係根據政府新聞網發稿就話咧，尋日廉政公署咧就成立咗專案小組，對大維修工程可能涉貪咧展開咗調查。咁喺尋日咧亦都拘捕咗涉案嘅工程顧問公司啦，依間叫做鴻毅建築師。咁拉咗8個人，咁拉咗佢哋之後咧，就押解佢哋去到九龍灣福康工業大廈7樓嘅辦公室，就去搜證嘅。咁呢8個人咧，就包括工程顧問、棚架工程師，講錯，係包括工程顧問、棚架工程分判商同埋中間人。咁被捕人士係7男1女啦，年齡介乎40至63歲。咁其中4個人咧就分別為呢個雲福苑大維修工程顧問公司嘅2名董事，以及2名負責監督工程有關嘅項目經理。而另外3個人咧就係棚架工程分判商，其中1對係夫婦嚟嘅。咁剩低1個人咧就係中間人。咁夫婦嗰1對咧就係東主嚟嘅。唔好意思因為頭先咧我支咪咧就突然冇電，所以而家我就除咗支咪，咁繼續錄。咁我想講咧，廉署除咗拉咗8個人之外咧，咁佢亦都到咗13個處所執行呢個搜查令。咁呢啲處所咧就包括係涉事嘅工程顧問公司同埋棚架工程分判商嘅辦公室啦，同埋被捕人嘅住所嘅。咁檢獲咗相關嘅工程文件同埋銀行記錄。咁表示有關嘅調查咧仍然喺度進行緊嘅。咁所有被捕嘅人士咧就係而家正被廉政公署扣留同埋調查。咁講翻雲業呢間公司啦，咁佢喺香港仲有11個私人屋苑係做緊大維修嘅，都係佢包辦嘅。咁包括屯門嘅怡樂花園同埋北角炮台山富嘉閣等等啦。咁喺雲福苑呢單嘢發生咗之後咧，其實咧就有部分屋苑，即係佢哋雲業承包到做大維修嘅屋苑嘅居民咧，就憂心惶惶啦，就驚啦。咁當中咧屯門怡樂花園咧就有部分居民咧就私底下咧去剪咗啲圍網，即係嗰啲棚網嚟自己檢測睇下燒唔燒得着嘅。咁結果咧就燒得着嘅喎。但係居民既然燒得着，試過啲網，咁但係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其實佢喺廉署拉人，即係琴日拉人之前咧，佢就公佈咗佢話咧，雲福苑嗰啲棚網咧係具標準嘅喎，即係話嗰啲棚網咧喺呢個阻止燃燒嘅功能方面咧係達到要求嘅喎。咁既然達到要求啊，咁點解其他屋苑攞雲業鋪嘅嗰啲棚網嚟做測試就係唔達標嘅，係一燒就燒到嘅咯。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多人都懷疑，喂，鄧炳強局長，你係咪指鹿為馬？你係咪擘大眼講大話？因為咧根本成個特區政府咧，佢根本係冇人敢去調查嗰個棚網到底係用真料定係用啲唔合規格嘅料。因為嗰個棚網咧，佢淨係話咧棚網咧有來自內地嘅檢測公司做咗檢測，就話合乎呢個阻止燃燒嘅功效。咁嗰間檢測公司咧，好似叫賓州檢測係咪？我唔記得咗啦，係啦，真係唔記得咗係啦。但係呢個唔重要，咩唔重要？最重要係咧有網民咧就爆咗料出嚟。咁唔知真定假啦，係啦，其實唔多人講嘅。佢就話喺 X 斗案上面咧，依家內地嘅檢測中心咧，就喺新冠疫情嘅時候咧，就係做過檢測商嘅。咁個老細咧就係姓張嘅，叫張乜乜啦。
搭字嚟嘅，即係例如張妙妙啦，當然佢唔係叫張妙妙啦，叫張乜乜啦。咁呢個老闆咧就係習近平老婆嘅妹嚟嘅。即係有人，即係網上有人咁樣傳，係啦，喺 X 檔案上面有人咁樣，即係喺 X 媒體上面有人咁樣傳。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唔怪得特區政府係唔敢查呢個爬網嘅問題喎，真係，因為如果你一查落去咧，就變咗到底呢個檢測證書係真定假嘅咧？除咗檢測證書真定假之餘，做檢測嘅嗰間內地公司亦係有冇問題咧？係咪先？咁如果一查落去就尷尬㗎啦。如果係咁嘅話，咁呢個當然啦，呢間公司嘅背景咧都係網上有網民咁樣講嘅啫，佢係啦，並唔知道係真定假嘅。咁呢個咧，我就暫時得到嘅資訊咧就唔多。咁但問題係你經過咗鄧炳強咁樣講之後咧，隨即有位前高官就出嚟仗義發聲啦。呢個前高官咧就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係啦，我冇講錯，林超英係啦，佢就喺佢嘅社交媒體發文章就話咧，政府點解係都要話係啲竹棚問題，話嗰啲棚網冇問題咧？到底咩原因咧？根本嘅罪魁禍首就係嗰啲棚網同埋發泡膠呢兩樣嘢，就係導致今次大火嘅罪魁禍首。呢單嘢咧。我真係其實我覺得好悲傷，所以點解我到今日先出片咧？其實好多網上 KOL 咧都已經係咁出片嘅啦。我就到依家先至出，因為本身我自己有工作啦，即係我一日出唔到多條，可能你見我1至2日先出一條片，冇辦法係啦，因為我又要做搜尋，我又要做搜索，又要講又要剪，所以其實每做一條片都要時間嘅係啦。但係今日我又覺得應該要出嚟講啦，因為我覺得，香港表面上睇起上嚟好繁榮、好靚，但係當你出事嘅時候，原來係可以咁彷徨嘅，大佬。即係如果你話呢單嘢發生喺中國內地嘅話咧，相信一定會有官員係要下台，係要下馬，佢亦都會去調查相關嘅公司所有涉事嘅，包括檢測公司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真係嗰間檢測公司係習近平主席個老婆個阿妹嘅話咧，咁我就唔敢講你一回事啦。但係唔會話好似香港依家竟然係冇人問責嘅，係咪先？冇人下台嘅，但係死咗咁多人，其實呢樣嘢我係覺得幾不安㗎，即係你生活喺香港呢個地方，竟然係發生咗咁大件事，竟然係咁樣嘅問責，一啲後果都冇㗎，淨係政府提供臨時住所開放避難，開嗰啲避難嘅中心同埋叫啲各界嘅富豪捐款即係淨係咁樣，但係做錯嘢係冇人承認過，監督方面有冇問題咧？係咪先？管理方面有冇問題咧？政府係冇人問責，亦都冇人下台，反而同埋仲要講話問題唔係嗰啲棚網，而係竹棚。竹棚其實包括有啲外國嘅媒體都話應該就唔係竹棚問題，應該就係棚網問題。因為其實好簡單，你嗰七座嘢8座俾燒咗7座啦，7座嘢燒完之後咧，其實啲棚網係冇晒嘅，剩低最多嘅係咩咧？反而見到係有唔少竹棚就仲剩低喺度嘅。咁你話咧，顯而易見，竹棚係容易燒啲定係棚網容易燒啲咧？我諗大家應該係一目了然嘅啦，唔需要拗啦咁但係如果你政府係都要話係啲棚網冇問題嘅，符合呢個阻燃係符合呢個阻隔燃燒嘅標準嘅話咧，咁冇得講啦，係咪先？咁所以點解我到依家先出片？其實我上一條片都想出㗎啦，上一條片，但係咧我就真係其實冇乜心情，再加上自己要返工亦都攰咁所以今日先出。
咁亦有前保安主任就爆料，就話佢曾經喺雲福苑呢個屋苑就翻過工嘅，但係翻咗唔係好耐啫，佢又冇做啦。點解咧？因為咧佢話每日翻工咧，一翻到去咧就有超過10個以上嘅電話係打嚟投訴嘅，打嚟投訴大維修，包括啲工人食煙周圍好多紙皮即係呢啲等等嘅問題。咁佢亦都發現咧喺大維修期間咧個消防系統係熄咗嘅。咁佢亦都將呢個問題係向管理處反映咗，但係就冇人理，即係反映係冇用，講完冇用，咁最後佢自己好似做咗2個禮拜就唔做啦。咁其實你講翻大維修，政府規定30年嘅樓齡就要做個檢測，就同埋跟住做大維修，係咪真係咁有需要做大維修咧？30年之後，我見到好多30年嘅樓其實都仲係冇乜問題喎，仲係唔會話去到甩皮甩骨咯，大佬。咁你香港係咪真係有需要30年就要做大維修咧？30年其實你話喺內地嘅話，喂，30年啲樓就梗係驚係危樓啦，係咪先？因為內地嗰啲樓咧，10年開始咧，10年之後開始就開始有問題啦。好似我老豆喺大陸買咗層樓退休嘅，佢層樓都計翻應該有11、12年嘅啦，買咗係。咁我上次翻到大陸，見到佢走廊出邊咧，個天花就跌咗嗰啲灰，同埋嗰啲叫咩？即係唔係淨係灰啊，即係一片片嘅油漆嗰啲跌埋落嚟㗎啦嚇。咁我就話咦，哇咁都有嘅，冇人清理咁咩？咁最後當然有人清啦，但我唔知邊個清咗啦嚇。咁可能我老豆自己清咗啦嚇。咁但係你香港唔係啊嘛，香港啲樓係鋼筋都有60、70年壽命㗎嘛，講緊。咁你香港其實你30年嘅樓，對於我哋以前即係我父母嗰一輩嚟講啦，唔算好舊喎，講真啊。我哋以前嗰一輩咧，半新樓咧就叫做10幾年都叫半新樓喎。咁而家唔同啦，而家幾年嗰啲先叫做半新樓啦。咁但係你可以見到，可能包括你哋自己住緊嗰個屋苑，都有一定歷史㗎啦。但係其實30年甚至40年，其實望落去都唔係話太大問題。反而我記得前幾年咧，置富花園咧就做咗個大維修嘅。我知道個工程幾錢我亦都去過嗰度，去過幾次。嗰度工程係7.7億。咁嗰度咧點解咁貴咧？因為嗰度有好多座啊。當然啦，佢每一座咧就唔係話非常之高但係有好多座。嗰度咧就係有做完大維修之後咧，有啲居民就話覺得做好似同冇做冇乜分別嘅，好似咁有冇必要俾咁多錢咧？講真即係有居民又同我講，因為我喺2019至2020年咧就去過嗰度出入幾次係啦。咁所以大維修呢個政策係咪政府有必要修改下咧？同埋業主立案法團呢一個政策入邊點樣選主席，同埋點樣可以解免個主席？呢個政策係咪都可以修改，即係都可以檢視下咧？因為如果唔係話咧，你明明一個業主法團主席明明係一個冇人工嘅職位嚟嘅，但係咧有啲咧就揸住喺度做幾年佢好似好驚有人出嚟挑戰佢，搞到自己冇得做咁樣仲要好似覺得自己好似皇帝咁樣高人一等咁樣。咁其實你都只不過係其中一名小業主啫，只不過係被選咗出嚟做咗法團主席，即係代表呢個大廈嘅代表出去傾嘢，去處理一啲清潔嘅問題維修嘅問題咁解啫。咁其實係咪應該要檢視呢個制度，呢個業主立案法團選舉嘅制度，令到呢啲主席唔能夠再好似懶巴閉、懶係嘢咁樣雖然佢哋冇人工，但係就有個權喺度。但係揸住個權唔放，到底係為乜嘢咧？係咪就為咗維修嘅時候可以有啲利益嘅關係喺度咧？咁呢個其實好多人咧心知都肚明㗎啦。但係咧，據我所知咧，就唔係個個業主法團咧都咁衰嘅呢條片講到呢度。咁最後咧，我想對所有受災嘅災民，包括一名37歲殉咗職嘅消防員，我想對佢哋表達一個最深
切嘅慰問，同埋對所有嘅救援人員表達呢個最崇高嘅敬意。咁呢條片講到呢度，咁我哋下條片見啦，再見。